一起打开。查了那个吧？哦，查的哦，这边也可以。哦，这边。哦，放了这个，放这个上面吧。我要把这个放在上面。我不好放这个。吓我一跳！哎，太花了，太花了！我以为怎么回事？有几个手机放不好？他给你说了没有？他没说，他不说，我给他打电话的。他那个手机啊。你。
Hello，欢迎。Hello，晚上好。欢迎到这。好，欢迎到马尔康。参加我们的。太热情了这边。丽丽说你来了就走不掉，我说确实啊，酒店都订了，那怎么走嘛？尊敬的这个父老乡亲们，以及我们的舞蹈爱好者们，我们今天迎来了我们这个成都这个昨日草木活动团队，今天晚上呢，有幸我们九州这个活动团队和昨日草木活动团队一起在这儿马尔康联欢，非常感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首先，这个昨日草木这个活动团队是成立于2021年11月3号，我今天测上来哈，也就只有这个2年3个多月，但是他们的成就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啊！曾经参加过成都市大运刘生这个共谱未来这个大运歌曲联欢是吧？还有就是甘孜州兴隆县康巴洪兴隆13民俗文化旅游节，还有就是甘孜州德格第2届岷江文创交易会。曾经还参加过这个阿坝州，也就是永杰老师的家乡金川县第8届古树梨花节等一系列演出活动，结束过央视藏语频道新华社、四川这个观察、四川新闻电视台、四川国际传媒中心等平台的采访与报道。所以说，你看这么年轻的一个队伍，真的很优秀，值得学习啊！其次呢，我们就今天呢，就这来自这个我们马尔康的所有舞蹈爱好者都来参与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盛事。所以说，我们给这个远方的来宾献上好的，其实你们眼睛。我是的呢，同门人这个的呢，福州呢，赶上东域，芒村南吧，今南吧，搞事情参谋的了。对，从您这个的主要参谋福州出发，今南吧paper搞事情，今南吧人这个班看班的节目参加中的呢paper搞事情，这个去村呢这个南村。
这个大家都的，我们现在今年这个我这个年纪是咋说吧？从三年前呢，让我这个大农村那边如果别当了是吧？现在看那个你们不做是吧？你们伢在那个拉村那边呢，其他好种的好种些给有发展起。这边哎呀，拉不开呀，你来吧。受伤了吧？欢迎到来，来一个，来些点嘞。哦，欢迎你到来，谢谢。感谢。不用。这2个同时选，我都只把它开了一半。来就拍起了，拍起了，拍起了，来我们拍起吧。再过来，我拦我前头就要走。老六跑到那边去了。飘毛毛雨了。解说吧，要解说吧。你要解说。有点小的广场，应该外面大一点。
开始了，这个是当地的那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字哈。这边那个观众稍微往后头退一点点嘛，你们也来参与来跳，这有点挤了。还有这边的往后头退一点点，谢谢。你们也参与来跳，这太挤了。这边往那边挤一点点嘛，谢谢。那个周边的观众都往后头退一点点，我们这边确实有点挤了，嘎。这边的往后头退一点点嘛，两边都往后头退一点。这个场地小了，你们也可以参与来跳嘛。
在后排，后排挡住了，看不到。
好紧的嘞，好紧的了。慢慢来嘛，是吧？那么现在跳这么激烈的话，后面没体力了。我们这两边往后头退一下，要不然的话接无法跳。等我们这边的疏散退完了过后，我们再跳哈。不是我们这儿那个孔杰老师他们这边开始堂子有点小了，这两边的都往后头退一下嘛，退一下我们再跳，你跳。基本中游跑步团队会跳的全部都会跳。他们一般都是看团队跳什么舞阵，他们这边就跟着学嘛，跟着跳。就像之前的那个锣鼓国庄也是，锣鼓国庄一跳到第二天，那边全部都开始跳。这边文旅，你们不退，我们也文旅没法跳。局长他们都来了，这就太紧了，真的。政府部门来了好多。你们往后头退一点点嘛，我们就再跳了。啊，还是太紧了，这儿就你看我们外面的那个，就是里面的广场好没宽哦，那法为什么在我们这边里边跳两个？这边这边的你们往边的退一点嘛，那边也退一点嘛。你看，基本上我们人越多，这个中间就越紧了，是吧？那就我们基本上只有休息。哦，你们这边往后头退一点点嘛，你们稍微退一点点嘛，都退一点点嘛，都退一点点，哟，大家就跳起就好看不是？你们全部挤起来，我们这没法跳啊。抓你们往后头退一点点嘛，都退一点点，退一点点，你们都。这是马尔康，给我们走。阿坝州府马尔康。退一点点嘛，这边也退一点嘛，你们也退一点点，求你们啊。这是九州广场，马尔康的首马尔九州广场。你这边往后头稍微退一点点，我也这退，我把堂子一点嘛，我稍，我都不好意思说哦，正儿八经的。对，人山人海的。先来，那边那个，后头点点嘛，那儿。屁。开始了，队长。
不让小朋友进去。这个8:13，强暴取伤，8:13，跳的比较早这边。这个早就跟政府的沟通好了。
哈利路亚。
肯定这个会太好了，全都享受到这个。喝点水吧。休息一下。喝水，喝水，喝水。现在狗眼开了。有没有放到上面？哎，师傅，你好，不用，谢谢。别辛苦了。不用，谢谢。一点都不用。因为也没动我，所以说好了的哦，妈妈。说好了的哦，我家没睡那个的，我家没睡姐姐的回放，没睡姐姐的回放结束了。来，一起喝呀哈！开心点嘞，你们一起。开心点了哦。对，开心点嘞。开心点嘞，开心点嘞。不调了的话就散了啊，好不好？不要这味道。家人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也没说的全。这边也是。建哥之声，建哥之声，哎，这个建哥之声，最后三个刘三强，青稞酒，建哥之声。快点，不要浪费时间了，快点！快！大概10分钟，现在8点半。要不要放在我上面吗？你这边夹到上面，可以直接按那个夹在上面。这边按一下。orgulho
炫国之声。这个音乐没找好。对，他说没办法，这个音乐我只有在中间吧，没办法，调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反正我相机可以操作，我相机可以缩小一点，冲光就。这个音质有点差，这个。肯定是他变回来的。找个好一点的音乐啊，就音质好一点的。这边显示屏有点刺眼。炫国之声。我
Thank you.
啊，跳。哎，咋了？酒都喝了？喝酒呗。他是安排了一个请喝酒。经常喝酒。这个音色也不好，效果。什么情况？都已经跑散了，都分开了。上去了。
太难了。那个本地的。
醒个酒吧，因为还有时间，那个就让那个什么，时间到了，我说他们还没演啊。这继续哦，还是跳，都不愿意走哎。这个场地有点还是有点挤，它在河边儿，在这里面还在充电呢，哎呀，太呀！肯定要充啊！他们你虚脱了吗？自己跳动了吗？他是脚歪了吗？脚歪了吗？他是脚歪了吗？他脚歪了吗？没有吧？他的脚是那个吗？然后他们说的就一拐一拐的，一瘸一瘸的。就说这个穿的太久了。起码完了。这时候是拍照合影的阶段。我给你拍。我们去另外地方跳。一起河流。可以照相。小了，快点！点你了，谢谢。都行，拍一下。这也是火影的，然后啊，不行吧？一点都不行。就是因为直播的时候你要一直动的话，会好一点。因为你不动的话，你就没什么人看。还有减速的。笑，站好，快点！这样要拍照吗？还要跳吗？还跳亲过去。还跳那个亲过酒吗？一九创模。哦，一九创模。哦，对。我们以前相当于招牌吧，团队的最出名的代表作。今天演了一下时间19点左右。
小李哥，给我你那个。没有了，你找录影了吗？来，喝给你吧。这边会。哇，1000多啊！哎。不是，姐姐，姐姐，我家母，我两个在回家睡觉。这里会有这个衣服，一开始2、3套，后面渐渐全部。啊，我不少，还有太多少？我家母，哎，我们家这儿跟着妈妈一起回家睡觉。你们2个老母没有。现在去波波，波波哪个？波波。来，快点喝个饮吧。就休息吧。但是跟你说好了的，他是姐姐的闺房，我是他的。说好了，下次再说。这啥地方？这2天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好的，谢谢。我的心脏都蹦蹦跳。来，好吗？鞋子相对是比起来哦。你干嘛这样？哥哥，你们3会动，等一下。他长哪里拍？就这边吧，2排嘛，就2排，他们家他们的团队。很好看，这样特别好看。这样你在选美吗？对，妈妈，这是苹果不得行，我退了。有什么关系的？你变了吗？姐姐，手机呢？还在这儿，手机这儿。给他打完电话的啊，好看的很。有电充电宝。你给我，先给我。充电宝放到这里，我吓我一跳。这些帅哥，年轻的嘛。人卡户籍，他的老家是金川的。认真吗？可以认真吗？应该是。要和那个指数互动对的。哥哥，站。过来一点，你过来一下，我给他们拍照。哥，往后推一点点，多几个。男生嘛，你和男生一起。不是，你这儿，我这儿站。无忌，你要不站，要不看过来。他去这边你拍照。来，那一起合个影吧，谢谢。那边去，来这边来。看过来，等一下。快点过来。去这么近。快点过来，走。这边在那个显示屏下面去吧，这边亮一些。这个已经显示屏的人都是扁的，怎么刚好一点嘛？分辨率都不会压缩的。这有反光啊！这个反光照出来不好，这边。那没办法。我们前头，我们后头先前去嘛，你们站底下去嘛。
这边等等这边去。来，味道再说说过。好，老几。这个对的。我们站后头，他们站后头。罗老师站前头是。后面的话播那个其他的，播那个画面的话有点那个反光啊，就是逆光。但是这样的话，旁边导致哦那边不被还要把那个显示屏关了就对了。你们过去噻。来，把这移过来，移过来，妈妈看不到。哎妈，看那个样还可以哦。贴地，看不到。这个是你看不到。就妈看那个字上面可以。往这儿，朝向这边，面朝这边。走，我们跑到那儿去玩。走那个派了，他们不肯的嘛，你说这边的嘛，这个给抖音是不行的嘛。这边等于明天不走了，明天晚上在这边，明天就走了，有部分人先走。那就过来嘛，不要走了，过来。很就是这样错了，明天他们直接走，这是一开车开4个小时，偶尔放到成都就4个多小时，400，他们那个地方开400。高个子小伙头来。高速嘛，怎么讲？就是跳舞之后皮。那明天我喊他们回去了。开玩笑的，好像要走吧？对，明天就走了。就是走过墙。我是反正这个地方。所以前头几个人站到这儿不是？偏一点点，要不然跑不了。快点去站到哎，嫂子，下去站到，快点站位置。这得往后头退，这得往后头退嘎！不管人员小来，往后头退，你把人家光线全部看完了。你们截屏啊！我横过来。这儿可以不站人吗？那个屋顶光了。要，这儿看不到要让开了一点点。我看哪个看不到啊？我看啊。28步，哦呀，你们，我后头的2个姐姐看不到。起来，看不到。站到这儿。来压死了。可以，看得到。我也要进来噻，我也要来噻。看哪个那长得快点。小狗，一起走吧，没得什么的。马上。赶紧，谢谢。来了，找到了。小李哥家。2个，这2个。你不是脚要麻了1、2、3，1、2、3，先走。1、2、3，先走。你们接触啊，差不多了。可以吧？你们结了吧？应该可以。我觉得我这边相机也收完了，我自己要拍了的。老板再来，你们单独拍吗？单独要拍吗？
卡呀！马路也很多的。我到群里面了。之前那个。走，把谁手机给他。走了。走。我去！这要希腊舞。回去商量一下，给大家，还是要争取大家的意见，对吧？辛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辛苦老师。辛苦了，谢谢你们角色，没有谢谢你。下次我们故意这行家了，就找你们耍。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老师。走了吗？啊，走了。回个酒店。有奖金。啊，你手机，我们准备就回酒店出车了。这个。啊，也是回酒店吗？啊，等一下我把那个给你。谢谢关注啊，大家。这个手机，我们准备回去回成都了，我们回成都了，我和云会先回去。对啊，好的，谢谢，没事没事，不客气没事。这个是。辛苦了啊，没事没事，一点不得个，一点都不得个，一点都不得个。我的宝宝了。在楼上。那不要出去闯二肯定。我是邀请的嘛，邀请的。啊。走。你呢？多少钱？那个交流吗？要肯定要的。哎，他们这是少呀。还在交流。这跳。没得人回答。你想兄弟啊？没得人去。没得。这又是谁的？这是我的。您东西了，您东西。这又是谁的？我的这个。来吧，抓紧，单独一点，这绝对是宝宝里头出来的。那个阿佳，你把握。扎起来行了。走吧，我们走回去了。看看有了没有？有了没有？后来就是你。对了，我给你们放过，也可以你老印象。这个，小鹿老师这样。我来没？哦，好久啊。走，我们先走喽。你拜拜了，我就找我们回成都了。我和那个云湖先回去了，楼上在那个位置。没办法，我们没办法，就直接穿过去了哈。啊，本来走斑马线的。这斑马线这个是吧？冰淇淋吗？肯定不是。
绿灯呢？绿灯不走吧？走了。这几秒钟？究竟我方案叫什么？90。走。今天那个飘毛毛雨，还差点儿，他们说下雨，他说跳不成，根本不可能的。这次飘一点点。现在遇到第几把开始厉害。挺厉害。干嘛会发出怪声儿？地方有点小了。绝味鸭脖，这个11号。我想跳的夸张一点，但因为医院里人多，跳不出来，跳不出来。医院人多，真的。看一下，头发和这个，老师的头发长得很长。这个地方跳舞就好舒服嘛，这个地方，这个好宽敞嘛，就在石龙。那勾着缆车小。这边好宽敞，这边是吧？这边好宽哦，这个场地宽多了。你今晚上走吗？啊，晚上走啊？你几点吗？到？现在几点钟啊？现在几点钟？现在9点半，我10点钟左右走吧。10点钟走回去都11、12，1点2点，2点钟。2点就到了。4个多小时吧。哦。4个小时差不多。想当那勾着缆车小。谢谢。这个是礼堂吗？大礼堂吗？什么？民族团结广场。这个广场没用嘛，现在。你们要走吗？哎，对，我云峰要走。还不知道有谁走，还不知道，就是有点，他回去应该有事儿，就主要是晚上睡得比较晚，没事儿，慢慢走也4个小时就到了。现在9点钟嘛，回去一般都1点钟睡觉，然后我们回去也就2点钟吧，慢开嘛，2个人，高速存在。分一下走起来讲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团队播吧，等会儿要去啊。这团队的600多。对啊，之前1340，人好多。今天网络还可以，没有卡过，没有那个。就是。我的杆子达到1000多个人，然后就掉下去了。啊，正常了，开始的时候，开始用针的时候2、3千。我看到我都没注意到，我说怎么这么多人？他一下等会儿就降了1000多，我不知道他那个。明天。没在那儿做事。这也只能去，我都搞不见。晚上高速对比较好跑，本来也好跑啊，晚上也不堵车。它只有雅江那边有一段有190多公里，但是不在这边。那么包括国道那边是封路嘛，不让走，因为扑火，那个火还没有熄。只是雅江那边，其他地方没什么影响。我觉得应该好一些吧。今天早上下雨，我不知道有没有下那边，有没有影响？应该好一些。这个楼新修的，这下面没竣工呢。这个地方好密集。只要交钱，胡塞武装可以为他们保驾护航。这种行动也让一些欧洲国家。买东西会听到的国际新闻。卖水果的都是国际新闻，胡塞武装、红海、以巴战争。
挺。